讲授上帝话，咱做伙来教读上帝话。今日要看圣经是罗马书12章第1章，12章第1节到第2节。如果带圣经兄弟姊妹，请掀开第182面，也是看头前的投影片。咱做伙来读。兄弟啊，所以我因为上帝怜悯，肯献家己的身躯做嫁，是我信上帝所欢喜的。这是人心灵的福塞，目的甲世间相款，要用心智欢喜来变化家己，互你会明白。啥物是上帝善良、通欢喜、纯全的旨意？今日信丰长老要分享讯息是：义工，谁教你做义工？下面是讲到王旋风长老。这大家平安。平安。啊，时间过得足紧，今仔个是咱上年的关怀主日，咱教会。上年团契，通讲是上大的团契。到目前，咱65以上每年会为咱抛出来有73个吼。通讲是咱教会出席人数2/3哦。哦，所以咱教会真正是这少年人爱加油哦，唔通叫老人拼过吼。啊，嘛是通讲咱教会。时代啦吼，也是咱兄弟大家上爱关心的一个团契，实在是值得咱来尊敬，对无？对。啊，感谢主。啊，伫少年团契今仔日献诗水无？水有哦。活力十足对无？真正是无简单啦吼，所以还袂啦吼，还袂老吼。唔好认为老吼，咱上年即马是开始，才要开始呢吼。啊，愿上帝祝福咱大家会当幸福食百里，好无？好，好喏，大家拢讲好对无？好，但是我今仔日要用义工来甲咱分享，拄啊好伫咱教会这中级拄该选好势，甲这会长干部，所以咱真正是爱。直接来特别用义工这个议题来甲咱鼓励、甲分享。好，请咱做伙来祈祷。天父主上帝，感谢你，我这时当直接有机会来分享主你的话语。拄着阮教会有新选出的中级这会长干部团契会长，求主你使阮有属天的智慧甲热情。来做伙拍拼，做教会福音的时间。由此嘛，互阮会通真心真志，无提时做伙同心合一，做好主你的工，互主你欢喜。相时这是嘛要甲阮这兄弟三个弟弟，互阮有开放的心，来领受到主你赐落互阮的稳定甲祝福，同齐为教会福音时间来努力。感恩祈祷，奉主耶稣的名求。阿免。这个义工咱拢真熟啦吼，是这是咱目前现今的社会机构甲这社区的工作上需要的一个议题，也是一个名词。义工通常只为义务，还是讲公益事业工作的人。因甲家己的时间、甲努力贡献予社会，无有任何物质来利益作为因的回报。对这义工甲志工的区别，通常义工是甲工这个意思啦吼，无有真鲜明的区别。不过，伫某一寡场所，志工可能强调的是为了家己发展甲成长。佫较侪是为了追求兴趣来参加，若是义工，就是为了帮助别人，甲贡献社会为主要的目的来做。所以，伫咱教会嘛有不少位姊妹
有咧参与即个义工、甲志工的工作，这完全是因为着社会机构来贡献，但是咱来学乐，感谢因的付出。所以咱伫顶礼拜，咱嘛有选出新的奖金吼，所以在干部，所以我今仔日就用即个义工来甲大家分享。拄啊好，咱前礼拜去家己梅花教会，即伫遐做家己做礼拜，伫遐嘛通过即林梅尼牧师用即个卫生来服侍，即个议题来甲咱分享吼。即逐日咱。我嘛毋知讲说是咱牧师指定毋是啦吼，那才拄啊好安尼吼，毋是吼，真拄好，我嘛感觉讲有可能是牧师指定哦，无那才拄啊好哦。所以伫咧教会，我是伫遐感受足深，因的服侍真正是我真感动。我相信咱这兄弟嘛真侪人伫遐真感动，尤其是咧赞美礼拜吼，我算多40分钟。咱伫遐徛40分钟，有诶是老年纪较侪哦，徛用要温落去哦，这是真好处。所以咱教会嘛真正爱加油啦吼。我迄阵我拄啊好休困诶时阵，我甲市民长老伫咧讲，因这礼拜方式真无共款吼。伊甲讲，人这是有生命诶教会。有生命教会，咱教会毋就无生命咧，毋对哦。所以咱真正是爱特别加油啦吼。即只基督徒原本甲世间人拢共款啦吼，拢是有罪人，所以咱是希望基督诶救恩得被称做义伫上帝面前。所以伫感激之外，也袂当无为心来侍奉主啦吼，为神侍奉主。所以伫遐回应保罗的话讲，兄弟啊，所以我因为上帝的怜悯，劝恁献家己的身躯做祭做活的，成为上帝所欢喜的。这是恁心灵的服侍。伫好学本乃是讲理所当然吼，理所当然是。袂使罗马书记载12章第1节吼，是即个理所当然，是指咱安尼行，咱安尼献身服侍是义不容辞啦吼，是袂当推卸的即个义务。咱要怎样来担任上帝义工呢？讲起来吼，也毋是随随便便咯吼。所以讲我遮是会当，总嘛是爱经过一寡操练。搁爱得到，爱好好来执行。上无爱经过，我有5项之一的操练才会使。第一项，上帝吩咐你，上帝吩咐是亲像伫创世纪6章22节，那就安尼行，照上帝所命令伊去行。当日上帝命令咱做大船，若是材料、样式、甲寸尺，甚至是伊才会精生所需的食物，咱拢一一照办。搁伫即出埃及记第7章第6节，摩西甲亚伦嘛是安尼，也合法吩咐因就照安尼行。以色列人也是共款。民数记9章5节记载，正月14日黄昏的时，因就伫西奈的旷野守半过节。既然耶和华所命令摩西甲以色列人拢照办。另外搁有伫新约嘛有2个咧，就是伫帖撒罗尼迦前书2章4节，保罗讲，就是阮和上帝验过。再用福音托着阮就照安尼来讲，毋是亲像讲互人欢喜的，是互通过阮验过阮的心的上帝欢喜。搁伫约翰2章5节，耶稣的老母甲遐个找经的人讲，
既然伊甲恁讲的，恁就安尼行。这嘛就是做上帝义工上要紧的一部分。所以咱就爱照安尼来行，照上帝的吩咐你去行。第二项就是父母的奉献力，托父母奉献力，互上帝最切用的。伫撒母耳记1章27节到28节，撒母耳的老母汉娜祈求上耶和华，我求爱得到一个囡仔。耶和华已经赏赐我所对伊求的，所以我用这个囡仔献互耶和华。伊的一世人互耶和华，互伊将心归耶和华，敬拜耶和华。而撒母耳将心侍奉上帝，是对伊父母汉娜甲伊献上。所以自古到现在包括咱台湾嘛，真侪这真杰出、这忠心的传道人，也是出自父母甲因奉献出来，互上帝用的。伊拢亲像撒母耳伫老母受胎进前，父母便是甲上帝立约，甲伊献上。为这是伫出世后，父母看伊格外因头准守聪明，对听上帝的心感动，就甲伊才会上好的献互上帝。搁有伫细汉的时，身体真虚弱，感冒病，也是患着什物重病，经由医生来宣布已经无效啊，搁生存嘛无希望，所以父母搁袂放心，无放弃，求上帝怜悯，救我这个囡仔，并且立誓要将这个囡仔来归予上帝，一世人互上帝所用。不过也有一寡小部分，看伊这个囡仔肢体不全，就是残障，无适合伫社会来立足，不得已才奉献互上帝。但是咱来看利未记21章16节到24节，咱就会当看清楚，上帝是不爱这种的奉献，这种因为上帝毋是受过不伤，上帝所爱咱要献上帝，咱的人世是毋通安尼将咱毋爱伫的来献互上帝，这上帝所无欢喜的，安尼嘛是得罪上帝。所以人若知影父母将家己来奉献互上帝，绝对毋通因此来哀怨。反倒当时要为即款的父母敬畏上帝、听主的父母来感谢上帝，效法以撒甲撒母耳来顺服父母，并做好准备，做一个上合上帝所用的圣洁的器皿。所以知影对上帝忠心、对父母孝道的人，上好是上福气的人。第三，家己的奉献家己献予上帝的人。利未记2章5节，咱讲，你对王讲，王若欢喜，你的奴仆若得到恩典伫你面前，就求找我去犹大到我祖坟墓迄个城，我通过去伊。真侪伟大的这传道人，尤其是前往这野蛮龙虎、飞机司机困难重重这地区，从事福音戒毒的事工。大多数因拢是家己献身互主用的，当然因献身绝毋是一时的激动，迄是感激来冲动。严格来讲，家己献身其实讲起来，拢是彻底顺服上帝的呼召。亲像以赛亚主动回应上帝话讲：“我伫遮，请找见我。”伊是记载伫以赛亚6章8节。所以，请问咱这边新选出这新的中级会长干部，毋知有这意志也无？真感谢主！其实我听见真侪新学生因伫遮咧做见证的时，因拢讲听见上帝呼召，才来献身读神学院。若是安尼，福音真正是有救啊！
第4项耶稣的交代。伫约翰2章7节到8节安尼讲，耶稣对找因的人讲，用水互伊满甕，就互伊满到甕口。佮甲因讲，打着因为互帮互遮讲道遮的人，就互因。所以真侪信息听主的基督徒，为着听主为主做工，拢有真受到主的交代甲经验。伫马太福音书第21章2节记载讲，耶稣找见2个学生，甲因讲：恁去对面乡舍，两边拄着一只驴仔伏伫遐，就甲伊牵来互我，牵来互我食。这对就可见，主随时拢会交代咱去做无常工课。毋知伫你的生活、信心、信仰生活当中，有受主耶稣交代过的经验也无？如果若是无毋捌，通讲是有3种的原因。第一种是袂捌亲像玛利亚安静伫主耶稣的脚前听耶稣的论说。第二种是生活互主看出你袂捌听见，顺从到耶稣的交代。所以，第二项这所在，伫你生活当中，互主看出你袂捌听伊的交代。若是安尼，这项对家己真正是爱反倒转来面前，来耶稣的面前，搁一摆来求主来怜悯甲赦免。第三，希望虽然咱捌听见，但无够自信。敢若无也无紧，咱读圣经有时阵嘛是凊彩单读过就好，无够用心。所以反倒转，像我共款敢若较迟钝求主怜悯，互咱甲主接触亲密的关系。是对别人来知影要安怎做主的工，才来明白主所要交代互咱的工作。我敢若亲像是第三种啦神经无够敏感无够敏感，反应较慢。所以伫这个时阵，我嘛就是在反省思考，要怎样才会通来感应主的交代，我要做甚物工？马上就有一个意念伫我头壳底，讲你着爱常常祈祷，勤读圣经，安尼情绪爱安静落来，对圣经的话，着要对逐方面来感受主要爱你做甚物工。要紧的毋通一声着提示我袂晓做啥物。通常拢嘛讲莫叫我做，我袂晓，对无？所以求圣神甲咱同在，互咱体会主甲咱要讲的话。感谢主。这圣长老娘就是一个例。受主的感动，讲要做社区的长青乐和大志的工作。上帝就安尼行，互咱才来做甲真正成功。毋若是互社区的兄弟受到感受到教会的疼心，搁知教会咧做啥物工课，互咱搁有机会也福音的种子伫即个社区的中间，这嘛是主呼召的工作的一部分，真感谢主。第5项就是正人推选力，就亲像伫咱这边新选出的中心共款，伫信约使徒行传6章3节记载讲，所以兄弟啊，恁着对恁中间经有好名声、受上帝甲智慧充满的人，阮就设立因来管这个事。对现在来讲，咱就是要来管理教会一切事务甲服侍。搁一个部分伫使徒行传1章6节，1章内面嘛有记载。学生在文道要选出马提亚来递补使徒中间的犹太的课，
伊方式是先选出两名，然后再来邮签来决定一名。因的选举甲这邮签，拢是出自证人的公平来做。这是选举的方式，因怎样用投票，还是讲口头来推选，正经是无记载甲真文明。不过，绝对无有亲像今日的社会讲即选举，也是讲一寡社会化的教会，为了牧师中就选举来纷争、来分裂，这怪现象。因为咱教会，咱这兄弟姊妹是敬畏上帝。明白上帝的心意。马太福音20章25节到27节，耶稣讲啥物？耶稣叫因来讲，恁知外邦人的人君做主，来治理因的代理因管理因，独恁中间毋是安尼。恁中间爱做大个，就要做恁一切用；爱做头个，要做恁的奴仆。第三，彼此推让。伫罗马书12章10节记载讲，听兄弟着三敬重，着三推让，爱伫地州，啲人尊重不如来听来尊敬人，深知实质较好伫虚假的名声，深知天堂的报赏，毋是以地面上你做过啥物来做凭据。并毋是讲你做牧师就有牧师奖，做长老有长老奖，做执事有执事奖，而且奖个分大细项，拢无，这拢无。明知影担当圣工是责任，毋是特权，所以要尽心尽职，并毋通推诿推诿，搁较着爱。尽职做，一直去做。伫哥罗西书3章23节到25节咧，遮咧讲啥物？既然恁所做，就出自心来做，亲像服侍主，毋是服侍人。在于恁要对主得到应接业的报酬，恁是服侍主基督，因为恁不义要受伊不义的报应。上帝也无照外貌处人，所以做啥物大代志，拢着爱对心来去做。自咱一开始，上帝互咱嘛有工作来做。如果咱若抱着咱的工作，看做敬拜上帝的服侍，就袂感觉真正袂感觉辛苦。如果甲工课的困难看做是稳妥的代价，中级的代价，就拢无有怨言，认真欢喜去做，所以正人选出中级，在会长干部就爱尽力去做。教会福音无辜负咱所来推出这选举。更加毋通为着做上帝的工来出怨言，这是上帝所无欢喜的事。真爱做上帝的工，真职为主效劳和主欢喜，嘛是咱教会要得到兴起福音事工的进步。其实这事工嘛是咱兄弟咱大家人的责任吼。我要过一寡时间吼。我来做一寡淡薄的见证，好无？自从我细汉环境的操练，所以什么苦工我拢毋惊。我细汉差不多7、8岁，就最大人的代志，最大人的工课，无时无日，读册时间嘛无好我读，所以讲起来，我无读什么册。真正是若是教会事拄着，还是讲教会服侍，绝对毋敢来台湾。
到了去做兵，放假去朋友的厝，伫大家所在，隔壁都是一间宗庙，平常时拢是咧问事啊，咧关手桥啊。将来有人来叫我朋友入去，我就伫外面等。但是我朋友一入去，互我伫外面等到足不耐烦，等足久。我就想讲来入来看卖，但是无拍算，我一入去，到行到门口的时，内面就发声，讲信耶稣的人袂使入来。我的心已经退价了，我踹入着。这是我深深来体悟。我信耶稣，既然互第三者甲我指出，我就开始想起圣经的话讲，基督徒是上帝伫咱额头看因最记号的。对是开始我对主的工课，佫敢毋敢怠慢。自从我28岁受选做执事，就将教会工课时间放做第一。厝内的工课，教育囡仔工课，拢交我的太太、消费者专权来处理。所以伫这时，伫迄当时，我一个人嘛做几啊人工课，一时做工课，一时暗时爱个去看工课，佫去做淡薄的应酬。教会周间的聚会嘛毋敢怠慢，毋敢放弃。就安尼，互消费者一只真无谅解。但我对厝里的囡仔教育、甲囡仔这活动，我嘛感觉真不忍心。我对教会工作、聚会嘛一直无退货，无放弃。虽然中间拄着侪侪困境、甲挫折，但是我无累志、无后悔，坚持到现在。持守上帝恩典甲应允，感谢消费者嘛，甲我3个囡仔教来拢真好。要人体会一生，人一生无容易，个人有个人的责任，所以这时嘛真认真甲咱讲，教会做教会工，真正是无了事，一条一条拢甲咱记伫伊的生命册内面。我咱会当通过这真心服侍主。尤其是新选出这中级干部，拢爱真认真来服侍，互咱才会当看做咱生活中上要紧的一部分。咱做伙来祈祷。天父主上帝，感谢你，我才有机会分享主你的真理甲画面，伫阮中间做服侍主你应有的态度，嘛成就互阮。心在体会你伫阮中间的作为，鼓励阮日常生活有你稳定甲应允，嘛，互阮会当搁较来持守你伫阮中间的教导甲祝福。阮来感恩祈求，奉耶稣的名，阿免。